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昏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了后，先对新竹看因老母，暗时转台北。媒体敢问讲，台北地检署提起控告的代志，伊是无回答，敢若右手抵意。然后台北地检署昨昏发声明，讲郭文哲想要干扰审判，影响舆论，会提起控告。支持者大声喊阿伯加油的口号，郭文哲初八暗7点左右行出伊新日疗厝的厝门口，准备要坐车，甲支持者急着拍手盘。伊老母送伊到门口，因为交保条件，伊每夜的8点到10点，拢爱伫台北的厝内用手机监控定位设备报道。暗时8点半，郭文哲登去台北的徛街，对媒体问讲安怎看待北检要提控告，伊无回应，只敢若下手抵意了，就行入去厝内。郭文哲最高早起8点半，也照常去台北地方法院出庭。不过对前一天批评检方摧毁社会对司法信任的讲法，北检伫暗时也发新闻稿，讲郭文哲等被告的犯罪事实甲涉案的证据，拢经过检察官伫咧侦查的时阵，依法得到论证、物证甲书证，并且详细记录伫咧3册总共894页起诉书内面。对郭文哲的讲法，想要干扰审判、误导舆论，应该严正驳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